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它是在我们那个后壁跟那个白河的一个交界。那因为它附近就有那个灵车陂、有将军陂，其实伊还有三个陂，然后还有木棉道，然后还有那个莲花。首先，我们也是为了考量西北西南的一个区域平衡啊，所以小南海是西北，尤其是大溪营地区所谓的白河后壁、新营、柳营这边的一个重点观光区域，所以我们就以小南海为中心，然后周遭的配合它莲花土沟村这样子，把它做一个串联。那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所谓林出皮，它是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以小南海为中心，周边做一个串联。平常市区的道路都非常整齐，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同一段道路可能每天5万、10万人在移动，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作为经济生活还有它农业使用重要的目标，所以其实这次道路改善对我们非常重要。它这一次改善了很多，包含剖面的部分，还有它旁边的护栏设计，还有它旁边的植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白河林出皮小南海一带，你有来过吗？它最著名的莫过于每年春天的木棉花季，吸引许多观光客及摄影同好。然而，为了优化当地的观光品质，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利用交通部前瞻计划，进行后壁白河两区的重点路段景观及道路品质改善工程，其中更在南91线43处种植浪漫的兰花营，在护栏上还有彩绘的乡村稻穗美景，搭配周边的自然景观，实在是美极了。白河关子岭温泉季就快到喽，不妨来白河泡泡温泉，顺道来小南海一带走走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林出皮小南海是咱溪北的观光重点之一，尤其周边的道路，因为来观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需要搁进一步的改善。当然对立溪北，咱希望搁会当搁增加一寡这个建设，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公务局来看这个道路的品质的改善，也希望说会让早期来完成，互愈来愈多人愿意来，像这点是好代志。另外一部分咱农特产品嘛愈来愈多人愿意来这个了解。最近嘛有带来的这个田埂子草季嘛真侪北部的朋友来讲，哇，迄看的景色足水的。所以呢，我想这部分咱会搁加强来做，和地方观光搁较足侪人拢愿意来台南，这点是咱的目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0月2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每年1月，政府就要开放进口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议员张世贤上午伫议会总质询，就要求市长黄伟哲爱签下保证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要进入台南市的声明。不过市长有做了部分的修正，写下4项的保证，才愿意签署。议员张世贤除了关心地方建设甲旧技能改革，嘛进一步讲到3肉精的美国猪肉议题。伊表示，为了人民甲子孙的健康，特别制作写着保证3肉精美国猪肉无进入台南市的看板，提到市长座位边要求签署。不过过程当中，市长认为这款讲法无够顶真。加加依照议会管纪，无食3肉精美国猪肉，以及建议中央不爱予美国猪肉进入台南市等4大保证。为着国民的健康啊，为着你我的囝儿后日跟住这样讲，该准备好啊。差你我会当改一下文字小改。你改安怎？你讲我听。保证咱台南市爱用国产猪肉。你也莫讲，因为即摆嘛有外国的加拿大的猪肉。西班牙的猪好，你要加爱用咱本土的猪肉不要紧，但是禁止瘦肉精的美猪肉入台南市，就是爱把关。爱把关。你也建议中央啊，说
含迄个做莱克多巴胺的美苏肉卖互入口进口啦。我建议，伊要做就做得到济啦，你建议啦。就是保证依照市议会决议处理瘦肉精问题，保证不吃瘦肉精美猪，保证尽全力防堵瘦肉精美猪进入台南市。建议中央不要禁。这摆总集船含300斤的美国猪肉进口成为集船焦点，包括修订淡市的食品安全主题条例、加强检验营养午餐，以及甲厂商合作研发试剂等等。市长吴铁龙表示会支持议会立场。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目前台南市一天就要处理1800吨的粪扫甲树叶废弃物，已经超过现在城西甲永康焚化炉的处理量，这互议员游泳池非常的烦恼。加上现在满岛工业区的开发，竟然无设立污水处理厂，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规划。看准台南的发展潜力，企业界工业用地需求愈来愈大，所以目前台南市正积极开发工业区，嘛拢希望新设立的工业区会当家己处理树叶废弃物甲污水，也无粪扫无地气。对此，议员游泳池表示，满岛工业区是公办，竟然无污水处理厂，加上当地有积水危机，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到处理。对此，水利局表示，目前正调向出尽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来进行可行性评估。有可能工业区无一污水处理厂，无污水厂要排落水去，你若去收，搁收侪钱，若叫人分，嘛搁侪钱就对啦。但是正格，光天工业区遐若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人就边排落，当爱收费啦吼，使用者付费，但是应该是无介济。这个物件我想咧。咱的局长呢，你就爱加速好行。对，不过就污水的部分当然才规划，当然，刚刚你讲到饮水吼，饮水即马感谢地政局吼，那阮水利局这边相关的经费，我们现在在办理，在2个抽水站哈，21 CMS 的现在抽水站，现在目前在施工中，包含到其他的一个排水的雨水下水道系统，我那等你板例了哈，希望这个部分呢，再配合皮头排水，我们现在大致上已经完成相关的整治，希望能解决该区的一些积淹水的一些问题啊。另外，针对满岛下营等文旦的产地，伫采收以后，文旦就需要修正树基，等待开春开花结果。不过，废弃的树基过去拢是焚烧等处理，造成空气污染相当困扰。所以，议员表示，现在经过协调，希望就地完成定点收运的模式。不过，提醒严禁滥物粪扫，一旦发现，绝对袂收运的原则。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议员翁玉凤伫个总集船除了关心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的应用作为，嘛将焦点放伫台南严重的空气污染。同时找出高污染源的电厂，竟然阁通过环境影响评估，要扩建2期。议员要求环保局要严格把关。议员翁玉凤表示，根据统计，臭氧是各种污染源当中持续恶化项目，而且地感的危机比 PM2.5 较悬。加上依照臭氧年会报告资料，台南市空气污染是全台湾第3悬，所以这期除了环保署设立4个监测站，让环保局家己有啥物应用作为。空气品质污染最严重的第3名，咱敢若比屏东。比高雄较好点，台南是第3名。下一页，我们不知道台南市政府除了环保署帮我们设的那个4个站以外，有没有其他作为？因为根据台大公卫他们的研究，台湾1年至少有6000个人到8000个人是因为空气污染而死的。今年从1月到现在为止呢，目前都还没有发生这个火害状况，而且我们在整个像这个 VOC 的规划系统记录的部分呢，我们也都持续在做稽查。另外呢，我们透过呢跟工业区里面的这些厂家呢，能够做一个连线，随时都是20小时可以监测到他们排放以上的状况。这算议员嘛进一步检讨台南的污染源当中，敢若去年申报电力公司的污染218吨，已经排第2位的2倍。议员质疑排县市拢咧关电厂，毋过咱的电厂也搁要扩建兴建2期，
而且设伫国家风景区等敏感的环境，可以当通过环评，要求环保局一定要加强把关。在这个电厂要扩建的环评过程里面，环保局有没有尽到把关的责任？你们到底是派谁去参加？有没有把这个丰德电厂它的位置以及它的对流的那么烂的对流的情况有充实的反应？有没有？我跟议员报告，环保署在今年的7月底的时候，环评它的第2期的部分的环评通过。那当时呢，我们环保局确实有去反映这个问题，所以才把它从那个NOx 的排放标准呢，从法规的标准呢加严更严格加严呢，从10变成6，那甚至于倒回去要求那个第1期的部分呢，从40降到14.5。会中议员嘛提醒市长，伫发展经济同时，一定要在意一寡高污染的产业，将炸互民众危害，千万唔通用人民的健康来成就企业的发展。今日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北区区公所得到文化局的支持，甲树果文化基金会合作，伫大港国小的3、4年级，各挑选一本规划20堂的食农教育。22号上午举办成果发表会，现场除了展出学生的学习成果、甲心得以外，佮邀请社区的长辈、甲学生斗阵做饭员，现场热烈温馨。桌顶的植物甲小盆栽、学生的学习心得等等。拢是即届大港国小食农教育的成果之一。区公所伫文化局的支持之下，委托树果文化基金会来到大港国小对3年甲4年当中各选一班，进行了20堂的食农教育。22号上午正式举办成果发表会。北区区长李黄新甲市议员陈怡丁、沈振东、柯志春也拢亲自到场参加，肯定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希望学生会使透过这课程珍惜伊所食到的食物。我们这个活动是台南市文化局补助我们办理的社区营造活动的项目之一——食农教育。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食农教育来让小朋友了解到我们土地的一个生命力，那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食材其实都是从土地来的，不会是直接就从菜市场跑出来。那也感谢我们这一次的帮忙，就是我们的树谷文教基金会，还有大港国小的4年4班，还有3年4班的小朋友们，还有校长跟老师们的支持，让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都能够这样顺利圆满。那未来也期许能够把这样食农教育继续落实在我们平常的教育生活里面。这届的课程对经济的熟悉一直到收成，相关的农业知识拢透过树果文化基金会教师团队一一指导给学生。大港国小的食农教育，我们今年是第2年。那我们树谷基金会呢，在大港国小呢，从事这个食农教育呢，我们非常开心看到小朋友呢，他愿意接近土地，愿意接近大自然。我们从一个植物它的种子开始，育苗开始，然后教他们从育苗，然后定植，到能够中耕管理，到最后能够收成。这一连串的过程，我们也让孩子知道，原来这样子的大自然的一个循环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农夫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希望小朋友在种菜的过程都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能够更珍惜他们得来不易的食物。成果发表会当天，基金会也邀请社区的长辈甲学生做伙来做饭员，并和长辈甲学生分享对食物无同的记忆。趣味的做饭员体验，也互小朋友拢耍甲非常的欢喜。对着来参与的长辈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甲小朋友耍做伙的机会。好玩，因为食农课的老师会教我们本来不会的东西，就他们会很努力的教我们教会。谢谢董事长请阿嬷教我们做饭团。看到小朋友这么开心的。在自己动手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我们这些长者，跟他们小朋友一起同乐，年轻的不少哈，真的很棒。大港国小的校长看到学生这段时间来的努力，除了肯定大家的学习成果，也拢给大家100分，希望这个课程会使成为因生活当中重要的经验。
孩子的食农课程，在今天来做一个成果的发表会。非常感谢文化局、我们的北区区长，以及所有来带领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董事长、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老师，还有班级老师的配合，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个小朋友最棒的食农课程。今天的食农课程，校长要给小朋友打100分，因为每个小朋友乐在学习，开心的种菜。小孩子们呢，喜欢这些食农的课程，喜欢自己，喜欢身边的人。我们相信大港国小的教育扎根在孩子的学习力，让每一个孩子透过体验、透过认知、技能跟态度的学习，形塑他们国新课纲的核心的素养。我们期待这孩子们未来是我们国家主人翁，爱我们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的食农教育成功。透过文化局的这个计划，区公所也整合了各式的人才，带领小朋友亲近土地，同时也增加对故乡的认同甲台湾文化的熟悉甲尊重。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看一个马上回来的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积极推动品德教育，透过议长郭信良共同举办记者会，同时邀请市府教育局长陈成辉出席，希望教育局会当支持在台南市的各中推广学生读报纸的习惯，进一步培养品德教育。台南市议长郭信良表示，目前国民教育敢若真欠缺对品德的注重，对着国际赛主会重视品德教育的理念，伊相当的认同，尤其是借由读报教导学生来上进，知影友好父母是真有意义的代志。每一个班级一学年的读报经费大约需要3500块，如果教育局愿意来编列经费，伊也真欢喜伫个议会来提案支持。较早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读册五积德啊，读册就是改变命运的上方式啊。积德就是品德教育的基本来源啦。你今仔日做遮，你有这个位是公部门好收用落去这个时阵啊，恁做啊局长会当从遮伫公部门，你上好推动的尽力积德的时间啦。所以你要排除万难，像说服市长，给市长报告，我们缺的就是这一门，补足9年国民教育里面不足的这个区块。那如果能够比照云林，比照其他县市，那么台南市6都开创新局，将整个品德教育的这个补希望呢，因为你的关系而给它补上去的话，那就加分100分呢。推手教局长陈成辉表示，德智体群美5育内底，德育是上优先。教育局嘛真重视，伊的做法是对各校的学生来教起，由老师以身作则，带着学生来实践。塑造良好的学校气氛，教育局愿意大为媒合，有兴趣推动读报的学校，甲赛主会来接触，未来嘛会持续认真来推动品德教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运动流汗会当促进身体健康，毋过现主时有一种毋免运动就会流汗的休闲选择。台南有一间类似韩国汗蒸木的业者。研发出一种室内恒温设备，用热力学原理，将室内温度甲湿度控制伫会当爽快流汗的状态。开业9个月，得到袂少注重健康民众的推荐。去到韩国旅游一定要体验的汗蒸木，现在伫台南嘛会当体验到。不过，这间业者所采用的恒温设备是由清代热力学专家所研发。
会当将室内温度甲湿度控制伫咧会当轻松流汗的阶段，得到不少消费者大力推荐。里面的那个汗蒸幕里面的空间比较大，然后很舒服，然后它的那个温度啊，感觉不会那么闷，跟我之前在别家做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它的里面进来的空间、休息区跟它的尤其是卫浴，我很在意的部分，它的卫浴很干净。因为我以前也在别家待过嘛，觉得它空间比较小，而且它那个就是你待久了，觉得你呼吸很困难，而且它地上烫到你的脚，好像感觉快被煎荷包蛋的感觉。可是这里那个地板是躺下去是温温的，它不会让你感觉很烫。对，而且你看我们待了那么久，也不会说呼吸困难。我们在我们普通的那边有那个要蒸汽室里面那个排那个气，那个不能待多久，你马上就热得受不了。对。但是这个可以。因为我们汗蒸坊跟一般以外的汗蒸坊特别不一样，是我们非常的专业，不管在热度、温度还有湿度，你进来你的感受全程都是舒服的。那我们一般建议客人就是待在大概45分至60分钟左右，这个是最恰当的一个时间。当初因为关心家人的健康，凯尔集团总经理张凯琪甲翁婿才成立真光这个集团旗下副品牌。现在更希望将这个健康的好礼物赠予大家。家人的健康是家庭幸福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我们在思考是，当我们帮助了自己家人的健康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家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到国外的时候考察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我们发现这样设备非常的好。如果引进台湾的话，可以帮助更多，尤其是台湾海岛型国家气候的一个生活环境，其实大多数的人80%的疾病都是因为身体的湿气过重而导致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带着公司的一个公务团队到国外去考察，也跟当地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设备机构呢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研究，设计出适合台湾的人使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我们引进成功之后呢，在跟我弟弟本身他是一个清大一个热力学的一个专家，他本身自己有成立一个专门针对热力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单位。那这个热力学研究也获得了美国、台湾跟大陆的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真光的恒温设备不但摕到台湾的专利，就连美国以及中国的专利嘛同款摕下，证明个人的研发实力坚强。业者未来嘛将伫咧全台各地成立据点，希望将企业健康理念推广予更加侪人知影。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3度到30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